免问题，什么要客栈，拢客栈前面话，耶稣养教，跟着加利尼开端黑名恶战，耶稣名，耶稣养教，养教就是行路，养教跟着加利尼开端现加利尼开端现命我赞，那时耶稣把一道坐标列面，把一道坐标列面，耶稣养教，养教就是行路，其实就是个行，因为读音变化了，就是这样写。养教跟着，人家跟着，加利尼开端现命恶战，把一道坐标列面，耶稣养教，这就是行路，跟着加利尼开端就是海边，边就是边上，命偶站去那时，把一道就是一道坐标列面，坐鱼就是坐标列面。这是捉鱼的人。耶稣养教跟着加利尼开端显命偶战，把一道坐标列面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救，啦啦啦啦啦。啦，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，到朋友照当罗马杯，能用自茶容，杯子老钢杯罗杯。